貓頭鷹喺日頭睇嘢麻麻地嘅啫，不過佢就盡量調校雙眼嘅瞳孔，令到自己日頭都可以見到嘢。好彩佢嘅聽覺非常之靈敏，可能咁樣補翻佢視覺嘅不足啦。有條毒蛇經過噃，貓頭鷹雖然係睇唔到，但係都聽到時哩沙啦嘅聲。唉，橫掂悶悶地，好落嚟同你玩下先。咁嘴同埋利爪就係貓頭鷹犀利嘅武器。至於毒蛇嘅武器呢，除咗用口咬傷對方之外，仲可以用成個身體纏住對方，令到對方窒息嘅。毒蛇擺脫咗貓頭鷹嘅掣肘之後，就開始發嬲啦！一場蛇形刁手大戰鷹爪鐵布衫即刻展開啦！咁可能毒蛇唔知道咬對方嘅羽毛係冇用嘅噃。哇！今次條毒蛇纏住貓頭鷹個頭，咁各位梗係以為貓頭鷹今次一定窒息而死啦。但你哋唔使擔心喎，你睇貓頭鷹幾淡定。各位睇到嗰條毒蛇嘅啦，遍體鱗傷。今次仲俾貓頭鷹咬住佢個口，可能會有啲口臭啦。咁可能你哋係驚蛇啊，但係對於貓頭鷹嚟講咧，佢就係毒蛇嘅黑星嚟嘅。一場大戰打足180分鐘，而家勝負已經分明。蛇頭已經俾貓頭鷹嘅利爪抓住，喐不得其正。而家都苟如殘喘啊！貓頭鷹話：打得咁辛苦，截翻個蛇膽補補先。